哎，姐姐你好，你好，姐姐你叫什么名我字？的名字叫白娜，哎，你今年几岁啊？我今年42岁，你结婚了吗？我结婚了，那你有几个小孩？我3个小孩，他们几岁啊？第一个是10岁，第二个是11岁，第三是5岁。好，那姐姐你之前是不是在台湾工作过？是做了多久啊？在台湾4年？4年。在台湾照顾几个人啊？ ，3个人，哪3个人？哎，哪3个人啊？ 3个人哎，是有阿妈跟小姐跟她的孙子，哎，阿妈她几岁啊？阿妈84岁，她健不健康？能不能走路啊？不健康，她有坐轮椅吗？是不是？有坐轮椅，哦，你帮忙推轮椅，是要不要帮忙洗澡？要换尿布啦？没有？哦，不用。不用。OK，好好。嗯那姐姐你之前也在新加坡工作过嘛？是吧？是做了多久啊2年？2年。在新加坡照顾几个人啊？ ，3个人，是先生太太。先生太太跟一个小朋友小朋友几岁啊？ 5岁， 5岁。嗯好。那姐姐你现在在香港哪里工作啊？荃湾荃湾。在荃湾照顾几个人啊？ 5个人，哪5个人？有先生太太跟一个婆婆，还有一个刚出生，还有一个小朋友，哦，有一个刚出生的 baby， 有，另外一个小朋友是5岁，哎，还有婆婆也是健康能走路了啊。是OK， 好。那姐姐你懂得煮饭吗？懂，你懂得煮什么菜啊？煮青菜、蒸鱼、蒸鸡、炒饭，哎，炒鸡蛋也可炒鸡以，蛋可以，还有煮普通啊，煲汤也可以嘛，普通可以，可以啊。嗯，好啊，好啊，跟先生太太讲再见啦，拜好，再见，拜。拜拜。